再来看台中的青泉港空军基地，一个41岁姓吴的查某士官长，昨早起互 IDF 的战机的正气口吸入去，不幸死亡。今仔早起，军方甲检方进行遗体勘验，要来了解死因。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讲，军方的 SOP 应该无问题，有可能是第一线的人员有疏失。军方嘛发新闻稿呼吁外界莫乌白药。 台中青泉港空军基地姓吴的士官长去互 IDF 战机发动机甲入去死亡。军方人员日来到台中殡仪馆会同检方准备验尸调查。有军事专家表示，士官长可能是无注意到动线，才会踏入去危险区造成意外。或是说为了求快然后呢就穿越了这前方，然后到新，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飞安事故。 这个士官长伫咧军中已经18年，去年才对内勤调去外勤做士官长，所在伫2月执行日常勤务时发生意外。专家表示，战机一般伫咧完成勤务了后，拢会拖转去机堡，因为这已经算是真普遍的例行训练。怀疑就是地勤大家拢做甲真实手了后，却无完全遵照作业流程详细检查，才会发生意外。SOP 没有问题，问题就是说。 在于地勤组员太过熟能生巧，没有贯彻那 SOP。熟能生巧的话，其实会容易出状况嘛。所以出状况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太熟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人为疏失啊。 军方发布新闻稿表示，目前专案交予专案小组配合检方各单位来调查，也希望各界伫咧调查期间莫阁乌白乱药，也强调会赶紧理清事故的原因，尽力提供家属后续相关的协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